花西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南投一个73岁乡亲骑三轮车，可能是车速伤紧，去压着护人，怎连人带车并落7公尺深的河床。这个老乡亲下半身泡伫水内底，袂沉袂动，看到救援的警消到场，情绪是真激动。消防员最后顺利甲救起来送病院。不幸中的大幸，这个老乡亲只有去擦着伤，无生命危险。 消防队员落去水沟内底，73岁老大人下半身泡伫水内底，袂沉袂动，看到警消到啊，亲像渡水的人共款，一直揪队员的手。队员确定老大人受到轻伤尔，嘛较放心吗？一直挖里老大人的身躯边，互伊安心，赶紧用工具甲伊救起来送病院。缩短了。 老大人敢若刺伤尔，好在家在无生命危险。约7米深的一个河床啊，先将那个老翁啊脱离那个危险的河床，因为那人的下半身泡在河水里面，然后上半身握着岸边的草。要暗6点的时阵，红色老大人骑三轮车经过草屯的玉冰桥，可能是速度伤过紧，去弄着护栏，连人带车全落落水沟内底。好在家在消防队员及时赶到现场，保住伊的性命。